81歲嘅李家鼎，銀行戶口俾人改咗密碼，網上銀行登入唔到，自己啲錢提唔出嚟，佢唯有偷偷打電話俾大仔，把聲震晒，我俾人鎖住咗。一個老人家連自己嘅養老錢都喐唔到，鎖住佢嘅人唔係外人，係細仔同埋新抱。思明走咗先得1個月，呢個家就徹底爆咗，唔係慢慢散嘅，係砰一聲塌落嚟。一開始成個網都喺鬧大仔李永漢，鼎爺公開鬧大仔貪錢啃老，掏空自己啲積蓄。李永漢俾人釘咗個不孝子嘅標籤，人人喊打。但邊個都估唔到，收埋咗好耐嘅李永漢突然正面反擊，爆出一連串驚人內幕。佢話自己從來冇拎過老豆1分錢，真正盯住家產、掌控老豆戶口嘅係細佬李永豪同埋新抱 Agnes。佢仲爆出一筆驚人轉賬，細佬新抱由鼎爺戶口轉走咗340萬，講好分家每人250萬，細佬拎咗300萬，冇過幾耐又多轉40萬，理由係幫台灣親友買手袋，一個手袋40萬，你信唔信？今日我哋由頭到尾將呢場家庭大戰理清楚，邊個喺操控鼎爺？340萬去咗邊度？嗰套1000萬豪宅最終歸邊個？第一部分，思明最後嘅日子賣樓分錢，養傷都唔安寧。呢場爭產風波唔係思明走咗之後先突然爆嘅，早喺2023年，思明出院返屋企靜養嗰陣，矛盾已經種埋咗因。嗰陣思明身體好弱，需要安安靜靜養病。但李永豪兩公婆已經開始打緊家產嘅主意，佢哋不停游說思明將自住嘅大宅賣咗，換成細單位，賣樓剩翻嘅餘錢直接分俾兩兄弟。思明唔願意，冇答應，但李永豪冇就此收手，仲多次借李家鼎個名出面游說，3番4次提起賣樓分錢。本身身體就唔好嘅思明，俾佢哋折磨到身心疲憊，養傷都唔得安寧。一個病到起唔到身嘅老人家，連最後一點清靜都保唔住。佢生前最大嘅遺願係唔想再有爭拗，最緊要兩個仔好。但實際上喺佢最脆弱嘅時候，間屋已經俾人盯埋。更令人心寒嘅係，李永豪兩公婆嘅賣樓計劃唔係一時衝動，係經過精心策劃嘅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佢哋甚至已經揾好地產中介，淨係等思明點頭。思明遲遲唔鬆口，佢哋就轉咗個策略，由鼎爺入手。李永豪開始成日帶住老豆出入銀行，美其名曰教爸爸理財，實際上係一步一步摸清鼎爺嘅資產底細。第二部分，嗰通求救電話，戶口被鎖，錢提唔出嚟。真正令李永漢下定決心反擊嘅，係舊年6月嗰通電話。嗰日佢接到老豆李家鼎嘅電話，電話嗰頭鼎爺語氣慌張，講嘢斷斷續續。佢話自己網上銀行嘅登錄資料、密碼全部俾人偷偷改咗，完全冇辦法喐個人戶口入面嘅錢。鼎爺好無助咁同大仔講，戶口俾人鎖死咗，自己嘅養老積蓄等於俾人鎖死。一個81歲嘅老人家，連自己啲錢都提唔出嚟。呢個唔係家事，係控制。李永漢即刻趕到老豆身邊，親自陪佢去銀行辦手續，改賬戶權限，幫老豆攞翻資金掌控權。嗰日鼎爺當着大仔面前嘆氣，直話細仔兩公婆嘅做法實在太過分，寒咗自己條心。佢講呢啲說話嘅時候，眼眶紅晒。一個演咗一世硬漢嘅老人家喺仔面前流眼淚。據銀行職員回憶，嗰日鼎爺坐喺櫃台前面，隻手一直震。工作人員問佢係咪唔舒服，佢話唔係，係俾人氣嘅。嗰個被鎖住嘅戶口入面，有佢多年嘅積蓄，有佢拍阿爺廚房儲落嘅血汗錢，有佢準備養老嘅最後家底。一旦俾人掏空，81歲嘅佢將會乜都冇。第三部分，340萬嗰筆驚人嘅轉賬。李永漢喺採訪爆出最大嘅猛料，係一筆轉賬內幕。當初李永豪主動提出分家，
講好兄弟兩個每人分得250萬。結果呢？1個禮拜都唔夠，李家鼎拿住銀行月結單去揾李永漢，一臉無奈咁坦白，已經一次性轉俾李永豪300萬，自己嘅銀行戶口幾乎俾人掏空。講好250萬，變成300萬，多咗50萬。件事仲未完，300萬轉出沒幾耐，鼎爺嘅戶口又憑空多轉咗40萬去同一個戶口，前後兩筆加埋，一共340萬。李永漢追問多出嚟呢40萬係點回事，鼎爺無奈咁話係對方揾咗個借口，話台灣親友要買手袋，以此為由開口要錢。老爺子礙於情面，唯有答應轉賬。買手袋40萬，正常人聽咗都唔會信，但鼎爺信咗，唔係因為佢傻，係因為佢心軟。對面係佢個仔，佢落唔到手，拒絕。李永漢話自己由頭到尾冇拎過老豆一分不義之財，安分守己咁過日子，反倒係真正盯住家產，想盡辦法由老豆戶口拿錢嘅細佬新抱，裝出一副乖巧懂事嘅樣，實在令人睇唔過眼。更諷刺嘅係，佢俾外界抹黑成貪錢不孝嘅大仔，而真正掏空老豆積蓄嘅人，卻企喺道德高地上面。據李永漢透露，呢340萬只係冰山一角。多年嚟，李永豪兩公婆以各種名義由鼎爺手中拿錢，做生意要周轉，仔女要交學費，間屋要裝修，架車要保養，每次都有唔同嘅理由，每次都係一筆唔細嘅數目。鼎爺七拼八湊，連自己嘅棺材本都搭埋入去。第4部分，嗰張床到底係邊個買嘅？除咗340萬，李永漢仲澄清咗一件被刻意歪曲嘅小事。之前有傳言話，俾媽媽思明換新床嘅錢係李家鼎出嘅。李永漢話根本唔係咁，嗰張床係佢自己掏腰包，使咗4萬蚊親自去買。但結果呢？有人將事實模糊化，借李家鼎個口刻意抹黑佢，將佢塑造成冷漠不孝、一毛不拔嘅形象。媽媽生前佢陪咗3年，媽媽走嘅時候佢喺醫院，推開門，監察儀條線已經拉直晒，佢趕唔到最後一面，佢乜都冇講，將後事搞掂，將數清晒，然後就俾人鬧。李永漢仲透露，媽媽住院期間，細佬李永豪幾乎冇點嚟過醫院。每次佢打電話叫細佬嚟，對方成日話工作忙走唔開，偶爾嚟一次，坐唔夠半個鐘就走。而佢自己辭咗工，日日返去醫院，日間陪床，夜晚返去照顧仔女。李永漢話自己企出嚟公開所有內情，唔係想同細佬互撕，亦唔係刻意要爆家醜，只係想清清楚楚澄清誤會。父子之間本來就冇咩深仇大恨，而家老豆當住人鬧自己，全部都係有人喺背後刻意挑撥，一心要徹底毀埋自己嘅名聲。而佢最放唔落心嘅係已經年邁，被家產親情糾纏折磨嘅老豆。第5部分，兩兄弟兩種講法，邊個講大話？李永漢呢番話一出，輿論即刻分裂。鼎爺話大仔貪咗佢嘅錢。李永漢話鼎爺嘅戶口俾細佬掌控，錢俾細佬轉走。兩種講法有一個共同點，鼎爺嘅錢確實冇咗。邊個拎咗？李永漢話佢願意公開對質，亦願意攞證據出嚟。佢嘅態度好清楚，我唔怕查。李永豪嗰邊呢？到而家都冇正面回應340萬嘅指控。佢之前一直強調唔回應啦，只想送媽媽最後一程。但由2023年到2026年，3年時間，幾百萬嘅轉賬，仲需要幾多個最後一程？鼎爺夾喺中間，佢曾經公開鬧大仔，亦曾經私底下向大仔求助，話戶口俾細仔鎖死。佢講嘅嘢前後矛盾。81歲嘅老人家，記憶可能模糊，亦可能被唔同嘅人影響。到底邊句係真話？得佢自己知道，但李永漢爆出嚟嘅細節太具體，340萬，銀行月結單，聯手改密碼，
40萬買手袋。呢啲細節唔似係砌出嚟。如果係砌嘅，李榮豪早就出嚟否認啦。佢冇，佢沉默咗。李永漢仲透露，佢已經請咗律師，準備通過法律途徑追查嗰340萬嘅下落。佢話：我唔係要同細佬打官司，我係要一個說法。呢筆錢係老豆嘅養老錢，唔可以不明不白咁冇咗。第6部分，鼎爺嘅困境，左右為難嘅老豆。喺呢場兄弟之爭入面，最傷嘅人係鼎爺。佢81歲啦，佢嘅錢冇咗，家散咗，前妻走咗，佢只可以住喺觀塘嘅細出租屋入面，床邊貼住手寫嘅租約到期日。佢曾經係銀幕上面硬朗霸氣嘅鼎爺，而家連個傾偈嘅人都冇。佢曾經喺採訪講過，自己一生最失敗嘅事就係離咗婚，但佢估唔到，比離婚更令佢心寒嘅係2個仔反目成仇。佢鬧大仔係因為大仔講嘢太直，唔識討好人。佢偏幫細仔係因為細仔嘴甜，識做嘢。但佢估唔到，嘴甜嘅人手入面拿住把刀。而家鼎爺邊個都唔信，佢話：我邊個都唔俾，我自己留住。等我死咗，你哋愛點爭點爭。但問題係，佢嘅錢已經唔多啦，340萬俾人轉走，銀行戶口掏空晒，每月靠積蓄度日。原本好好嘅一對雙胞胎兄弟，本應互相扶持，孝順老豆，卻因為家產錢財徹底反目成仇。一個家庭去到呢一步，冇一個人係無辜嘅。第7部分，錢睇透人心，亦拆散親情。思明走咗，走得唔安心。呢個家喺佢走咗之後1個月，徹底散晒。老豆鬧仔，仔反告細佬，兄弟反目，父子成仇。一套1000萬豪宅，340萬轉賬，成咗企喺佢哋之間再都跨唔過嘅牆。鼎爺81歲啦，佢本應安享晚年，卻落得被子女圍住家產算計，戶口被掌控，晚年不得安寧嘅下場。呢個就係人性經唔起考驗嘅代價。錢能睇透人心，亦能拆散親情。當初思明唔願賣樓分錢，就係怕呢一日嚟到。但佢走咗，呢一日都係嚟咗。最後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你覺得嗰340萬係李永豪拎嘅，定係鼎爺俾嘅？真相到底係咩？呢場父子反目、兄弟成仇嘅鬧劇，最終會點樣收場？喺評論區話俾我知，我哋下期見。